晋王，晋王，不要！不可，不可呀！小师妹好像跟皇上约好了，要劝降师傅们，让他们放弃光复大明，接受朝廷诏安。他还说，他会暂时为我们保守秘密。哼，易欢呢，毕竟还是个小丫头，她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朱慈轩、李定国、樊离他们哪个不是对我们大清恨之入骨啊？怎么可能放弃光复大明，接受诏安？是啊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皇上命我从李定国身边盗走真的铜匣，我一直没找到机会。现在情形危急，你我只能孤注一掷，赶在易欢把你我身份告诉李定国之前盗走铜匣。晋王，我跟盛南四处查访，终于查到太子的一丝线索了。前天晚上，有位联盟的弟子看到太子在尾随一个身形打扮都酷似易欢的女子，进入了一条小巷。接着，小巷里传来打斗声，那位弟子悄悄地跟进小巷，远远地看到一个蒙面黑衣人把太子抱上了马车。那个黑衣人什么来头？这位弟子本想追上那辆马车，可是由于武功低微，没能追上。若不是当时太子已身负重伤，以太子的武功，纵然遇上强敌，也不可能连发出救援信号的时间都没有。太子身负重伤，这全都怪易欢。易欢从小就任性，我们对他又如此纵容，但是，我居然没有想到。爹，二师傅，三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哼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花儿回来了就好。来，花儿，起来说话。不，二师傅，爹，三师傅，我回来是来跟你们请罪的。那日我不应该看到康熙发出的信号就私自去见他，我应该回来跟爹，还有诸位师傅商策以后，一起撤离泉水山庄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太子已经被人掳走了，下落不明。什么？朱哥哥被人掳走了？怎么可能呢？那日朱哥哥受伤昏迷以后，我怕他醒了跟康熙有冲突，给他喂了药，我就跟随康熙先走了。如果他醒来以后会回来的，怎么可能被人掳走呢？那天晚上，你跟康熙走了之后，太子一直没有回来，在外面借酒消愁。前天晚上有一个联盟弟子看到他被一个黑衣蒙面人掳走了，带上了马车。黑衣蒙面人什么来路？这还用问？一定是康熙那个狗皇帝言而无信。他带你离开之后，又悄悄派人把太子给抓走了。不可能，龙小弟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肯跟他回宫，他会放过朱哥哥的。混账！你居然叫他龙小弟！你居然还相信康熙那个狗皇帝的谎言？难道想气死你爹吗？爹，我不相信，康熙他不会出尔反尔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晋王先息怒，花儿，你说你随康熙回宫，一是为了救太子，二是为了查出奸细。那你现在知道奸细是谁了吗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爹，还有诸位师傅们说。先起来再说话吧。不，二师傅，我知道我下面要说的这些话，在你们眼里是非常大逆不道的。花儿不敢站起来。你要说什么？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呢？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为什么要挑起战争，让全天下生灵涂炭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现在的朝廷合作，把我们的才能用在治国安邦上呢？混账！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你这次回来是受康熙挑唆，回来招降我们的吧？爹，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，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，朱明天下才是正统。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帝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但是在这大半年里，我跟康熙相处的这大半年，我看到的康熙，他心里不仅有朝廷，
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。他励精图治，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继王，不要！不可，不可呀！爹，就算你今天杀了这些话，我也要说。欢儿，我们能不能别再光复大明了？你别说了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几天好日子吧。欢儿，亲王，你不要忘记，易欢除了是你的女儿，她更是大明的公，她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呀。虽然她现在受到了蛊惑，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可是你好歹要看在她那死去的娘的份上啊！你可知？你可知你是我大明的，大明最后的希望。倘若你也被策反了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。欢儿，你是不是中了那个小皇帝的毒了？自古帝王之心最难猜揣测，也最是无情。你怎么能相信那个清廷皇帝的情爱和仁义呢？啊！二师父，三师父，爹，如果你们接触了康熙，你们会发现，他是个仁爱大爱的皇帝，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，欢儿，继王，冷静一点。继王，冷静一点。眼下欢儿算是被那个狗皇帝蛊惑得很深，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。可是我们急也没用，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认清那个狗皇帝的真面目，慢慢让他想明白。我相信他亲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他的，不会让那些敌人利用他的。我李定国愧对先皇，愧对大明啊！欢儿，相信你一定知道，在我们之中，谁是奸细？内奸，他是你四师父吧？三师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撤到这里之后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剩下的人之中还有清廷的奸细。我跟那二师父不可能是奸细，剩下的就只有你四师父了。如果叶明章是奸细的话，那默笙岂不也是奸细了？还用问吗？难怪倩影从吴英奇手中得到金钥匙以后被调了包。开始我们还怀疑是吴三桂，后来又怀疑是唐一手。如今看来，一定是叶默笙。爹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叶哥哥还有四师父？你会杀了他们吗？如果他们只是清廷的奸细，我还可以饶他们不死，废了他们的武功就算了。可是他们冤杀你五师父，这笔账一定要血债血偿。对，一定要他血债血偿。不好，如果他们父子是奸细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打铜匣的主意？老四，你放下铜匣，我饶你父子不死。李定国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能上你的当，我
我杀了唐一手，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老四，老五暗恋你这么多年，默默地等着你，一直不肯嫁人。你一直借口放不下你死去的夫人，不肯接受她的情谊，这就算了。可是我想不到，你还狠心把老五杀了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当时你们查内奸查得那么紧，我不让唐一手做替死鬼引开你们注意力，我和默生就没办法在你们中间潜伏。你们视光复大明为毕生的理想，而我身为大清子嗣，也必须效忠大清。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动手！住手！倩影，倩影，都住手！三位师傅，放我跟我爹走，不然我就杀了樊师姐。你，呸！你这个奸细，不配叫我师姐。对不起了，各为其主，身不由己。走。叶哥哥，你真的忍心杀了樊师姐吗？若是在平时，我宁愿自己死，也绝不会伤害你们。但现在，我是为了救我爹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数3声，如果你们不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就杀了天影。休想！叶明章1、2，你敢杀倩影，我怕你碎尸万段。3，慢！慢着！慢！叶明章，你也是看着倩影长大的，难道你真忍心杀了她吗？只要你们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保证，倩影毫发无伤。你不就是想要人质吗？好，我来当你人质。相公，只要你放了倩影，你要杀要剐，任凭你处置。爹，不要！倩影，你是爹的女儿。你小的时候，爹为了救易欢，害你被熊爪毁了容。这件事在你心里一直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而在爹的心里也非常愧疚。后来吴英奇把你的脸治好，可爹还是觉得对不起你。这次就让爹来偿还吧，让爹来做人质。啊！爹，女儿早就不恨您了。真是父女情深呐！李定国，还是你够狠！当年为了保护永历帝，你居然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妻子女儿，来成就你自己的愚忠。今天，你是想用倩影，还是想用樊兄来成就你的另一番功绩呢？爹，叶明章，今天我放过你们父子，但是你背叛明珠谷，杀了唐一手，这个血债，我早晚会让你偿还。没想到啊，一向冷酷无情的晋王，竟然也懂得了能屈能伸。少废话，放了倩影。人，我会放的，不过我们要到了安全的地方才能放。你，默生，走。倩影，樊师姐，都别过来！倩影，叶明章，你们已经到了安全地带，快把人放了。我们到了安全地带，自然就不怕你们了。人我是不会放的，他也是朝廷的重犯。叶明章，想不到你出尔反尔，毫无信用。哼！你看着我走。叶明章，倩影。你看这一环，樊兄，我们追。好。倩影。相公，爹，义父。你们的法子，我早
早就做了手脚，一受重力必定会散架的。我这个竹牌是牛筋绑的，这是我早就想好的逃跑计划。叶梦生，没想到你和你爹都是这种毫无信誉的卑鄙小人，难怪小师妹她不喜欢你。千阳，千阳，千阳，义父！混蛋！爹，既然你已经安全了，我们就应该信守承诺，放了樊师姐。千阳，来，樊师姐，千阳，千阳，你没事吧？傻孩子，别哭了，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我原来以为你心里没有我，没想到你这么爱我。傻孩子，你是爹的女儿，爹怎么会不爱你呢？爹娘都很爱你。现在没事了啊？没事吧？对了，爹，四师傅跟叶哥哥真的拿走了铜匣，怎么办啊？你现在知道急了？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再跟朝廷作对，让天下陷入内乱。可我也不想让康熙拿到铜匣。靖王，奕欢的事情以后再商量吧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拦截叶氏父子。好，我知道一条小路，也许能赶到他们前面。那快带我们去。走，走。他们来了，准备动手。啊，爹，不行！奕欢，你要是阻挠我们夺回铜匣，爹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不是，爹，你看现在是黄昏，应该是倦鸟归林，可是现在群鸟乱飞，这说明附近一定有埋伏，咱们应该观察一下，再行动。靖王，焕儿说的对，我们不可以情急之下乱了方寸。叶赫大人，叶赫公子，皇上命我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有劳索大人呐。那我们就请吧。走，撤。好险啊！亏了皇儿心细，不然的话，不仅拿不回铜匣，我们也无法全身而退。要是我们被擒了，这朱明联盟可就群龙无首了。唉，康熙现在手上已经有了铜匣和一把金钥匙，如果再让他得到另外2把金钥匙，那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彻底的完了。不但没拿到铜匣和金钥匙，太子也必定落到了他们手里。奕欢，康熙一边让你来劝降我们，一边暗地派人把太子抓走，还派叶氏父子来盗走铜匣，设下埋伏，等待接应。你还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？你还坚信康熙他没有骗你？龙小弟，难道你真的是在骗我？你只是想要利用我，得到铜匣，再把我们都一网打尽吗？一会儿天皇太后和皇上召见咱们，你尽量少说话，一切由阿玛应对。太皇太后和皇上宣叶赫大人父子觐见。这这回这铜匣子可是真的了吧？回太皇太后和皇上，
这铜匣乃是奴才父子从李定国房间的暗壁盗出，不会有假。可取一盆水来，奴才愿为皇上和太皇太后当场验证。皇上，请看，这真正铜匣上面的龙一旦入水，便如同活了一般。皇上，这叶赫那拉父子俩不仅是找回了一把金钥匙，而且还为皇上找回了真正的铜匣，立了大功了。皇上可得好好的封赏啊！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父子对大清一片忠心，能为太皇太后、皇上效力，不求回报。有功不赏，那谁还替朕效命？叶赫那拉明章，朕封你为内阁学士，官从2品。叶赫那拉默生，朕封你为1等侍卫，留侍宫中。谢皇上隆恩。不仅他们父子俩理应封赏，还有一个人你也该赏赏。太皇太后宣答应乌雅如意觐见。臣妾乌雅如意，见过太皇太后，见过皇上。平身吧，都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乖孩子，过来，过来，来坐在哀家身边来。来，坐在哀家的身边来，来。皇祖母，这位是？她叫乌雅如意，由叶赫夫人一手把她养大，也算是叶赫那拉默生的亲妹妹了。如意今年呢跟着李宜欢一块入的宫，只因为她的性子太温柔了，不太爱出风头，所以呢就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因此呢就只封了一个嫔界最小的小答应。以后皇上啊，得多多的疼惜这孩子才是啊。既然是叶赫那拉家的人，那朕是应该好好的疼惜。从今日起，朕晋乌雅如意为德贵人。谢谢皇上。谢皇上隆恩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再给皇上和哀家说说，李宜欢劝降李定国等人的归降之事进展如何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李宜欢归来之后，并未向李定国等人劝降，而是拿着犬子默生写给皇上的密信，向李定国等人揭发奴才父子是朝廷的奸细，逼得奴才父子不得不强抢铜匣。那其中过程真是险象环生，幸亏樊倩影没有识破犬子的身份，被犬子突然袭击擒住作为人质，奴才父子才有命活着回来。这宜欢他只是揭发了你们父子的身份，却并未劝降。不错，李宜欢告诉李定国，说他之所以跟着皇上回宫，一是为了保护朱慈轩，二是为了查出内奸。皇上，你赌输了。默生，你怎么搞的？刚才皇上封赏咱们父子和你表妹如意，你脸上为什么连喜色都没有啊？
我甘心为朝廷卖命，不过因为我是阿玛的儿子，身体里流的是叶赫那拉氏的血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封赏。可你如此，岂不让太皇太后和皇上起疑心呢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阿玛，我不明白，小师妹明明已经劝降了，而且还差点被大师傅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撒谎？你懂什么？如果一欢劝降成功，那咱们父子10几年苦心潜伏岂不白费？那还有什么功劳可言？何况，太皇太后曾暗中给阿玛下了懿旨，让我离间皇上和一欢的情感。难道阿玛还敢抗旨？这也是太皇太后的懿旨。不仅如此，让你悄悄抓住朱慈轩关进天牢，也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。默笙，你要记住，以前咱们身份没有暴露，还可以和明珠谷的人保持一份感情。现在咱们是大清的臣子，再也不能和明珠谷的人有任何瓜葛。你也不能称他们大师傅、小师妹了，否则，你将给叶赫那拉家族带来灭顶之灾。我们今后要建功立业，扶持你表妹在后宫上位才是。皇上，皇祖，三儿答应你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一欢，彻底放下他。但是皇祖们也要答应孙儿，不论任何情况，都要留他一命，不要伤害他。皇上，咱们祖孙俩一言为定。什么人胆敢擅闯宫门？我乃皇上的笔墨侍书，这块腰牌是皇上亲赐的。你等一下。哎，能让他进去吗？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。皇上有旨，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，这名腰牌已经作废了。你是说，皇上不肯见我，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？没错。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，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，还不快走！再敢在宫门口喧哗，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龙小弟，不，皇帝陛下，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。好，我走。追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拦住他！别跑！让开！老夫子，这丫头只可生擒，不可伤的。闪开！快滚！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强闯紫禁城？要不是头吩咐不能伤害你，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快滚！好，龙小弟，你不见我是吧？我却非要见到你不可。哎呦，李公公啊，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？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出宫办点差事，从侧门出去的。如今这差事办完了，自然就走正门了。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公公辛苦了。好说好说，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。谢谢公公。
给我拿下！李公公，是我。住手！啊，原来是世淑姑娘。啊，不对，现在没有世淑姑娘了，是李易欢姑娘。姑娘，你快走吧，皇上他不见你。李公公，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，说我来了要见他，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？没有用的，皇上已经说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。好吧，我给你试试啊。龙小弟，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，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，这道门槛，我再也跨不进去了。易欢姑娘，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那我的手帕呢？啊，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，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龙小弟，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你已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皇上有旨，送李易欢姑娘出宫。他一定也是在试探玄烨，你万万不可信。
李德福，在，把这个拿去还给他。这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义父，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，说要见皇上，被皇上轰了出去。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。哦，他这是真晕倒啊，还是假晕倒啊？身体这么沉，想必是真的晕倒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。对对对，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，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。住口！别乱嚼舌头。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？是卑职多嘴了，索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把人抬走吧。这。马赛，来。怎么了，义父？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，你要想办法。明白吗？义父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这。统领大人。东西还给他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。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，应该能看见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装晕的吗？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？皇上，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，她真的晕倒了。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，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，可能是用力过度，身体发虚，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。奴才追出去以后，发现她躺在树下。奴才过去，探了一下她的鼻息，还有点微弱的气息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哎，皇上，皇上！哎，皇上恕罪！慢着点，皇上！皇上！怎么了，索大人？快，皇上怎么了？喂，回头我再跟你讲，索大人，我得伺候皇上去。皇上！
也都有合理的理由。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。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如果弄错了，冤枉了人，我这心里……不仅太子，就连我，也是左思右想，难以决断。在此，我只想告诉这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相信你对我们还是有些感情的。我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，不再为吴三桂所用，助纣为虐。只要你肯主动自首，我李定国保证，既往不咎。是啊，到时候我们还是最亲密的战友，还是一家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查不出内奸，对我们很危险。不要紧，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内奸就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们就静观其变。大家都忙了大半夜了，都先休息一下吧。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。五妹，走。老大，别睡了。好。其实朕知道，你不信我，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吧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。但是现在，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了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了。老大，朕真的不能没有。要是没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朕现在就赦了你
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了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，别睡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百世的光速。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是个药引。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绽放般诗的光速。诸位师傅，我有办法查出内奸是谁了。二位这一觉睡得好生安逸。我问你们，可知道内奸是谁？什么内奸？你少装傻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爹不可能不告诉你。诸位师傅，既然已经知道内奸必定是我们当中一个人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刺武应奇一剑，杀了他。等义父和武师傅回来，也会每人补上那一剑。不行，大师兄，吴三桂虽人人得而诛之，可吴应奇是无辜的呀。他不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还救了我们的命。是。他的确没做错什么，但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，这就是最大的错。怎么，你下不去手吗？难道你已经为情所困，不惜变节投敌了吗？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残暴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我只能不择手段了。查不出这内奸是谁，后患无穷。我同意太子的提议。若是吴三桂的内奸，他一定不敢杀了他的小主子。谁下不了手，谁就是内奸。我也同意。大师兄，你这么做的目的，无非是想查出内奸。可如果此时内奸也狠下心来捅上一剑，那吴应奇不是白白冤死了吗？那吴应奇也不会白死，我会把他的尸身送给吴三桂，告诉他，杀死他儿子的，他精心培养的内奸也有份儿。就算这个内奸可以替自己辩说自己是被迫刺的内奸，吴三桂也不可能放过他。这个内奸就再也没有办法为吴三桂效忠了。此计太妙了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倩影，本来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的，但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清白，我不得不同意。
你们若是想杀他，就必须先杀了我。坚决拥护太子。好，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，接下来的每一箭都必须刺中吴应奇的要害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只是要杀我，不会为难你的。吴应奇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不说出这内奸是谁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内奸，我也从来不参与我父王之事。你们要杀我，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：杀了我之后，马上把我的尸身送给我父王。千万不要让倩影看见。好一个情主，我这就成全你。住手！我知道内奸是谁。王妃若早肯说出这内奸是谁，又何必大费周章？这个内奸果然厉害，到现在为止，仍然不动声色。王妃，说吧，这内奸是谁？我肯说出内奸是谁，是为了保全我儿子的性命。可是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，不讲信用，在你们这些人当中，我只信任晋王。只有晋王回来，我要他发誓，确保我母子平安，我才肯说。义父跟武师傅去勘察敌情了，1个时辰之后便会回来。到时候，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，你儿子照样活不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虽然平时不干政，但是王爷他非常宠爱我，他处理军政大事从来不避讳我，所以我当然知道内奸是谁。那就好，我也不想杀了你儿子，让我师妹恨我一辈子。只要你说出这内奸是谁，我和义父定会保你们母子平安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但我还是要求你们给我们整理出一间厢房，我要为我儿子上药。上药在这里上就好了，收拾什么厢房？我儿子不仅手上有伤，臀上也有伤，那可是为了你女儿爱的50军棍。再说，我儿子好歹也贵为平西王府的2公子，岂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脱衣上药？三师傅，这么小的要求，答应了也无妨。正好院子左侧有几处厢房，你去挑一间整齐一点的，给你儿子上药吧。龙小弟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？
真的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呢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？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矫诏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记忆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。真好，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，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天都快亮了，义父跟武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师兄，秦氏执意要等大师傅和武师傅回来才肯说出内奸是谁。会不会他想指认的凶手就是武师傅？混账！不许妄言！叶师弟不必着急，过不了多久，真相自然就大白了。太子，秦明突然发起了攻击。我虽然在外面布置了很多计划，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怕防不住。上面！给我上！你哪看见我这帮好手？
大师兄，吴三桂这次偷袭好生蹊跷，他明知道偷袭我们一定会危及秦氏和他儿子的性命，为什么还发动这次偷袭？糟了，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回去看看。他是中了呆若木鸡散。吴三桂果然是在调虎离山，他假装发起进攻，把我们引出枪房，好方便那个内奸杀人灭口。如此说来，定是那内奸透露信息给吴三桂，吴三桂才发现了偷袭，配合内奸行动。昨夜在王府遇险之时，吴三桂曾狠心想杀了王妃，后来吴应奇成了我们的人质，吴三桂才放我们走。看来吴三桂心中，女人终究比不过儿子，所以那个内奸不敢动吴应奇，只敢杀了王妃灭口。可是，是谁有机会可以向吴三桂通风报信，又可以对王妃痛下杀手？当时，清兵从四面八方扑来，大伙儿都在奋力抗敌，没有人顾及到其他人的行踪。你现在至少舌头能动了，快说，内奸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爹，吴应奇他很爱他娘亲，若他真知道内奸是谁，肯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内奸把你娘给杀了，你娘为了保护你，给灭口了，你还袒护那个内奸？难道你像你爹那样冷血无情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而我的身体又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这个内奸为了方便行动，不想让吴应奇认出他是谁，所以先在秦氏的水中下了呆若木鸡散。此前呆若木鸡散的解药已经泄露，这就再次证明，这个内奸是我们最亲近、最可信的人，也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。大家不用猜了，这个人一定是唐一手。第一，他与晋王一同出去勘察敌情，是有机会向吴三桂通风报信的，让吴三桂偷袭咱，然后来掩护他杀王妃灭口的行动。第二，他有机会拿到呆若木鸡散的毒药和解药。第三，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奋力厮杀，只有他不见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杀人灭口之后就逃回吴三桂的身边了。若真是武师傅杀了王妃，灭口成功的话，又为何要逃走呢？这样不是反而暴露身份了吗？如果不是唐一手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会不见了呢？对啊，武师傅人呢？你们谁看到武师傅了吗？难道